睇緊嘅係亞洲電視本港台。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，我係潘詠儀。先睇下本港嘅消息。亞洲電視嘅免費電視牌照午夜屆滿，主要投資者中國文化傳媒對停播感到萬分遺憾，強調亞視唔會因為停止免費電視廣播而消失。亞視不獲續牌，所有頻道會喺午夜起停播。主要投資者中國文化傳媒召開記者會話，對停播感到萬分遺憾，會尊重政府喺1年前嘅決定。雖然有關亞視清盤嘅聆訊將會喺4月13號開庭，但係強調亞視唔會因為停止免費電視廣播而消失。喺4月13號之前，亞洲電視唔係清盤，係向各方攞出一個可行性嘅方案嚟等亞洲電視繼續運行。咁我哋都出咗3個嘅重組方案。第一個，亞洲電視而家擁有21億嘅債務。咁亞洲電視傳媒集團呢，我哋會將呢啲債務作為一個重組嘅方案，係通過一個獨立第三方嘅審計。第二個方案，我哋會照顧所有員工嘅薪金，以及對員工進行重新嘅招聘，以融入集團唔同嘅發展方向裏邊。第三個，我哋作一個多元化嘅發展，作為一個全媒體。何子慧又話：中國文化傳媒擁有超過7000小時嘅亞視經典劇集，將來會翻拍觀眾喜愛嘅經典劇，並會租用衛星為香港、美洲、澳洲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嘅觀眾服務。中國文化傳媒3月初承諾重新聘用100幾個員工，最遲會喺3月底發出相等於1個月薪金嘅獎金。何子慧話：上個月投放1000萬作為亞視嘅營運資金，呼籲德強將用剩嘅費用支付員工薪金，獎金將會以另一種形式發放。我哋呢都好樂意呢，就係用而家嘅資金呢嚟將亞洲1月份嘅薪水立刻發俾啲員工先。咁呢個獎金嘅話呢，我哋會以第二啲形式嚟發放，遲啲我哋會同大家宣佈。另外，對於法庭喺今個月中先至處理清盤案件，亞視欠薪關注組召集人曾憲國估計，勞工處會去到公司正式清盤先至發放破欠基金。